台南市政府第729處的市政會議，2月3號上午選在個站文市政院景園區來舉行，而且閣是在黃偉綽就職7週年的珍貴天。市長表示，市政是一幫接一幫，7年來全力以赴。市府回頭來檢視7年來所行過的路，會用使台灣543年。今天非常高興哈，其實我們今天借着我們市政執政屆滿7週年前夕來召開市政會議哈，那主要是讓我們的執政的市府團隊能夠回頭來檢視過去我們走過的路，然後能夠了解有好的，有不夠好的，好的部分我們當然要加強哦，那不夠好的部分我們要檢討改進，在最後1年裡面沒有這個假期，也沒有所謂的這個民眾認為說任期快屆滿所產生的自滿，或是這個自己覺得說已經夠了，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現在的情形只要再擔任市長1天，市府團隊只要在位1天就會兢兢業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這是市民的期待。上午的市政會議由地政局長陳淑美來代表簡報，說明市府7週年的施政成果。在經濟發展上，7年來成功吸引投資額超過2939億，減少的債務有205億。在社會福利上，長期照護的涵蓋率連續4檔攏是6都排名第一。市政團隊7年來的努力，讓台南成功轉型為智慧科技的城市。因為台南是我的家鄉，它是最有文化底蘊、廣大潛力的城市，但它值得被看見更多可能。我告訴自己，不管多難，這份承諾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實踐。希望那是一座能讓人來過就會想停留下來、吸引人的宜居城市。我相信未來的台南是一座兼具文化底蘊、創新能量共融的美好城市。在任期最後一檔，市長黃偉綽嘛勉勵所有的官員，在任期的每一天攏要兢兢業業，滿足市民的期待，袂用太過自滿。立會中市府各局處在近期政府的服務、智慧稅務、地政所謂創新、到健康城市的推動等，嘛分別得到中央的國發會、國土署、甲着衛福部等獎項。上午嘛一一將獎項來獻給市長黃偉綽。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